泳兒呢日帶同女團 FIFA、洪助星、黎展峰、黃明德現身商場為唱片公司家族 show 預熱造勢。對於張敬軒近日喺社交平台取消關注多位好友一事，同公司嘅 Wincy 都有開腔分享睇法。都有見到嘅，咁我唔知啊，因為我自己咧發現我自己嘅 IG 咧，有時無啦啦我碌我自己啲 friends 咧，我係會無啦啦 unfollow 咗啲 friend， 我自己又要撳翻落去，但係我自己都有啲心虛嘅，因為當我 follow 翻嗰個人又會見到，咁佢就會覺得點解我 unfollow 佢咧？我唔知係咪 AI 嘅嘢咁樣咯，係啊。會唔會問翻軒仔啊？我諗唔喺呢個時候咯，係咯。話明呢日係預熱活動，一眾歌手梗係有獻唱啦，令現場氣氛好熱鬧啊！我為著奇蹟我所起大路之力，除了附近也未得到你一起，幾秒鐘空見到潮起。為你當風雨不雨不再推翻，為你尋伴路有限空間。I know 年輕如果可能知道怎 Let's shout 人生形式機會點食以外，節目裏邊我透露我的暗示。拒絕擁抱，心已枯燥，不要走出路。等你的短信持續放不低，極渴望一切，偏偏一身體。下個月就係開 show 嘅大日子 ，FIFA 都好期待踏上啟德大舞台同大家見面。對於演唱會音樂總監黃雙進日前宣布請辭一事，佢哋亦有回應。其實呢一方面嘢我哋就唔係真係咁清楚嘅呢樣嘢，係咯，我哋都會專注去做好我哋嘅表演。我哋都好期待，其實喺啟德裏面可以大跳大唱，同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我哋自己嘅歌曲或者前輩嘅歌曲會唔會有得 remix 咁樣跳舞呢？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咯喺呢樣嘢上面。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出咗道唔係話真係超級耐，但係都可以上到去啟德嘅主舞台度表演。對於我哋四個嚟講，都係一件一定會係好深刻嘅事，所以我哋都會努力準備呢一個表演。依家係咪已經開始彩排㗎啦？暫時未開始，但係都準備㗎啦。我哋而家都好期待嚟緊可以有啲咩火花俾大家啦。但係其實我哋而家都未知道實際上嘅安排嘅。